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，烟一次回堂。轻骑薄雪，须一去离殇。雨翠落，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，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，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，试错的仓皇。当年深藏江南的你，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，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，玉兰烟烟，波光随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王将军听令，在。朕命你3日之内集结2万兵马，兵发花满楼，捉拿逆贼王延政之妻。是。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新闻频道。以上是花四时空记者3日前从线人处得到的第一手偷拍视频。不错，今天呢，我们也请来了花满楼内的主要的当事人们：惜春、夏莲、秋玉、吴小二、何总，还有闽国的王妃、秋玉的表姐。那么首先，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表姐，对于闽王围攻花满楼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就目前闽国的政治格局来看，我夫君王延政绝对是弱势的一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闽王来围攻花满楼，原因也就不言而喻，就是要来抓到我，并以此来要挟我的丈夫。哦，你这个提议我不是比较满意的哦。既然你的夫君王延政是当今闽王的亲弟弟，那闽王为何要千方百计的追杀你夫君的呀？是这个样子的哦。没错，我也有同样的疑问。关于这一点，闽王和我夫君对闽国国内政治主张的不同，所以当闽王登上皇位之后，就对我的丈夫实施了软禁。这个我可以作证。刚才我们从前方记者李莫愁那里取得了联系，下面我们把画面交给李莫愁那里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花满楼的最前沿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危急。我们看到，由于闽国军队的封锁，整个花满楼围得水泄不通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。我们大家也看到，现在还有无辜的群众被迫留置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这些无辜的群众，请问您对目前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您好，请问您对您目前的处境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哦，您是在说您的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在等着您回家吃饭是吗？是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群众的声音，群众希望和平的声音，希望回家吃饭的声音。现在我们的现场已经没有别的太多的紧急的情况，切回主播台，谢谢。上面就是我们的实时报道。李莫愁在前方一线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了解到，花满楼的门外现在正是剑拔弩张，不知道各位有何应对之策？我有啊，我有。在花满楼，我秋姨说话的分量还是不轻的。怎么说？我已经集结了一批平时找我算命的普通商人，等会儿我就让他们去闽军阵前示威游行。看来秋玉姑娘是一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对的，
那现在我们的另一位记者东乡已经联系上了闽国大将军王正虎，我们来看一下画面。东乡姑娘，今天你是个例外，我闽军对你特别照顾，容许你进军营采访。谢谢王将军。那么我有个问题，但说无妨。王将军可知此次围攻花满楼目的何在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对王延政之妻就在这花满楼之内，我当然要抓他回来，抓他回来。那将军可知花满楼地处三国交界之处，三国之内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这关我屁事！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抓人，抓人。看来王将军胸有成竹啊！还我花满楼！还我花满楼！明王无道！明王无道！违反国际法！违反国际法！花满楼的人，给我听着！限你一个时辰，交出孽贼王延政之妻，否则休怪本将军无情。来人！辣椒水。这个看来对方将领会是有大动作了。那个，我集结的那些人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你拉倒吧你！就你集结那帮人，遇到危险自个儿就散了。切！让我进去！他们来了！他们来了！快！什么情况呀？喂，不知道门外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但是示威的人群似乎已经不再呼喊口号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具体情况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跑什么呀？姑娘，赶紧走啊！你们那帮人真不是东西！哎呀，后来又有水泼眼睛呀！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早就散了，谁还想搁那站着呀？哎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什么又回来了？我们刚来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受夏联部长指导，去花满楼帮忙解围的。哎，大家快跟我一起上，咱们到闽军战前绝食10万，快！上！走！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我的计策。这些都是平常经常找我鉴定文物的书生用绝食来抗议，有情怀。还不是跟我的一样。切，不对，现在这些坐着的人似乎也全都散了。看来现在又出现突发状况。一个时辰已经快过去了，大家快想想办法。不好了，花姐，大事不好了！那个闽军把所有通往花满楼的路口全都封锁了，而且所有闽军都藏在暗处。糟了，我安排了三国的捕快来支援咱们，他们要是这个时候来，那就是送死。不行，我得飞鸽传书，通知他们先别来。大家不要慌，何总、秋雨，你们赶紧送表姐藏一下。对，大唐跟吴越的使者已经在路上，只要他们到来，一定会有一线生机。表姐别怕，我掩护，走。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编剧啊，编剧，这一集我为什么就没有词儿呢？好尴尬。哎，东阳姑娘，你留步吧，这里危险啊！当年呐，是我
护着闵王夺得了皇位。哎呀，想起来还是挺想念那些曾经跟随我作战的伙计们。王将军的心情我们理解，那我们来谈谈您自己吧。我自己，我嘛，那个功过半半吧。当年我可是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，英勇善战啊！哦，不行，我要指挥作战场。哎，王将军，我们还没完呢。慢着的，兄弟。哎，好说。快，叫你的兵全部住手！好。弟兄们，都给我住手，放下武器。遵命。书香，赶紧回去告诉花姐，这边已经搞定了，注意安全。有什么要做什么做。王将军，咱们两个单独相处一会儿吧。好，找个地方说话啊。哥俩，慢点啊，疼死了，哥俩。在下是吴越国使臣，前几日听闻闽国要攻打花满楼，在下是来谈判的。不错，我乃大唐使者，派我来谈判的。我都这样了，谈什么谈？二位壮士是？我乃江湖人士，名字无关紧要，今日前来是专门替花满楼解围的。喂，你们看，好像是闽国的王爷王延政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退兵吧！退兵！表姐，你真的要走了呀？表姐。既然闵王已经退兵，不如多住几日吧。虽然闽军已撤，但保不准还会回来，迟则生变，我们得连夜离开。王爷说的对，花姐、秋玉，还有大家，今日咱们就此别过了。此处花满楼，今日人，今日事，我永世不忘。受不起。感谢各位这几日对我家夫人的照顾，我王延政来日定当重谢。两位注意身体，一路保重。莫愁，花满楼内有人世间最珍贵却又最淳朴的东西，你要好好珍惜啊。夫人，走吧。
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，那雪花飘，惶惶终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，花淡漠年华。